服喎。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阿 Sam 啊。咁我今日咧又係同大家嚟推薦一個非常之適宜養生啦、養老嘅一個樓盤。呢個樓盤咧就喺珠海啊，你冇聽錯，今日拍嘅係實打實珠海嘅樓盤別墅，近海邊，而且樓盤隔離幾百米咧就有遊樂場。咁你知唔知道喺邊度呢？如果你唔清楚，如果你又想喺珠海真真正正買套低價別墅嚟養老嘅，呢條片我建議大家可以睇落去。咁我而家企喺呢個位置呢，就係黃茅海啦。對面呢就係江門。咁而家呢一帶呢，就係我哋樓盤打造出嚟嘅一個海邊情侶路，長廊非常之舒服啊！咁呢一帶呢，全部都係屬於樓盤嘅配套嚟嘅。咁住喺呢度呢，你呢度好多嘢玩㗎。哇！飛機見到未？住喺呢度呢，你仲可以玩低空跳傘，非常之舒服。呢度就隔離就係啦，一個跳傘基地嚟嘅，千零蚊一次跳傘。有興趣嘅朋友仔嚟珠海低空跳傘可以嚟感受一次。同埋樓盤呢，有啲咩配套呢？咁樓盤呢度呢，有呢個海泉灣遊樂場、神秘島遊樂場、加勒比遊樂場，入邊非常之多一啲遊玩嘅設施，係實打實真真正正嘅遊樂場。你哋而家喺美團上面去買套票呢，都係百零蚊，你就可以過嚟呢個遊樂場呢度玩㗎喇。咁我哋今日睇嘅別墅呢，總價只需要200萬出頭，就攞得一套景區別墅。近海邊，真正近遊樂場嘅好地方，好嘛？咁而家我哋先去片睇睇我哋成個遊樂場係點樣嘅，再跟住嚟睇睇我哋今日嘅主要角色別墅。走！没想到在廣東居然有一個這麼浪漫的地方，可以看着大海、日落、泡着溫泉，還有建在海邊的神秘島遊樂園。今天我們來打卡珠海海泉灣度假區，從廣深出發都是2小時左右的車程。度假區佔地5.1平方公里，地中海風情的建築很有度假氛圍，隨手一拍都很出片。這裡不僅有海洋溫泉、各種機動項目的遊樂園，還有海景無動力樂園以及小矮人萌寵樂園。整個度假區很大，這份2天1夜遊玩攻略請收好，帶你玩轉海泉灣。關於住宿，我選擇的是天王星酒店，第一天可以直接導航海泉灣維景國際大酒店天王星。房間溫馨舒適，空間寬敞。我入住的房間還可以看到園林景觀和海景。辦理完入住，可以先到神秘島遊玩。這裡有各種好玩的機動項目，讓人尖叫連連的過山車、海盜船、異形戰車。來這裡既可以看到海景，又可以玩到各種項目。親子出遊的話，也可以坐船遊湖、旋轉木馬、碰碰車等。還有海景無動力樂園，各種好玩的蹦蹦雲、童趣滿滿的爬爬區，無論大人還是小朋友都能在這裡玩得很開心。到了日落時分，就可以來泡溫泉了。海洋溫泉水質清澈透明，擁有108個溫泉泡池，每個泡池的風格都不一樣。有大型的室內溫泉區，冬天也不用怕冷。重點是這個還可以看到海景的溫泉池，日落的時候一定要過來打卡拍照，現場的畫面真的太夢幻了。不定期的各種活動，還可以邊泡溫泉邊看電影。第二天在酒店享用豐盛的自助早餐，有中式的也有西式的，湯粉水果樣樣齊全。入住的人點是可以2天不限次數暢玩的，即使第二天退房了，也可以刷點入園，可以再到神秘島樂園遊玩。在這裡面還有小矮人萌寵樂園，裡面有各種可愛的小動物，有兔子、小豬、小馬、孔雀，還可以和小動物近距離互動。這樣一個無論是情侶約會或者親子度假都很合適的寶藏地，所以你準備什麼時候帶家人或者那個他來珠海海泉灣度個假呢？咁而家呢，我就帶各位朋友仔嚟睇睇呢度嘅別墅區。咁而家呢度別墅區呢，都喺度賣緊嘅。咁佢嘅面積呢，就係190方同埋227方兩個戶型喺度賣緊嘅。咁一個就3層，一個4層啦。咁佢嘅總價呢，200萬左右就可以攞低一套別墅。大家感受下呢度嘅外立面係點樣嘅？個形狀就係咁樣噶啦。佢有私家花園嘅，非常之舒服。嚟，咁呢度就係大門口啦。呢套房嘅門口子母門入咗嚟呢，就係一個直通嘅客廳。客廳對開呢度呢，有個大概係40-50方嘅一個花園，私家花園非常之舒服執靚仔佢。咁佢呢度交標呢，就係無批交樓嘅，所以你自己中意點樣裝就點樣裝。但係你哋想睇樣板間呢，同時呢度都有示範單位可以俾大家去參考嘅嚇。咁呢度呢，就1樓嘅一個套間啦，呢個就係衞生間。咁呢間呢，就係房嘅空間。咁間房都好大嘅喎。房好大嘅。咁而家我拍嘅呢一套呢，就係227平方嘅一個戶型。咁總共有4層，
總共有4層，上面有2層，下邊仲有1層，唔計呢一層。咁而家我哋落去睇睇負1樓先，好嘛？樓梯落到嚟就係我哋嘅負1樓。咁同大家講翻個情況啦。而家呢條樓梯呢度再落去呢，就有個門嘅，出去就係車庫啦。因為下邊比較黑啊，車庫又冇裝燈，咁我就唔拍俾大家睇啦。大家知道別墅下邊有車庫直出去嘅，每一戶都可以直出去嘅，非常之方便。嗱，呢度呢就係負1樓嘅一個大廳，非常舒服。咁我哋負1樓唔會黑嘅，因為負1樓呢，佢係有預留咗個天井喺度嘅，所以光線係 OK 嘅啊。咁負1樓你可以做成你嘅 K 房啦、娛樂空間啦、桌球室啦，係嘛？呢個位置可以做成一個雜物房啦，係咪？負1樓嘅空間大家感受下呢度負1樓嘅房咁呢間房咧可以做成衛生間嘅，因為呢間房嘅上面咧就係衛生間，你可以接翻條管落嚟整翻衛生間嘅嚇。咁咧我哋而家就上翻去2樓同埋3樓，俾大家睇睇呢套別墅嘅具體情況，好嘛？咁其實呢套別墅咧，佢位置係唔錯嘅，喺珠海度假區海泉灣神秘島呢一帶咧，即係平沙新城呢一帶200萬去買到別墅，好過你去買嗰啲乜鬼惠州嗰啲地方，係咪啊？人都唔多個。點講呢度係珠海係嘛？最佳宜居城市，好嘛？而家呢度有3樓，3樓出嚟咧有個露台2樓我負1樓計上嚟，所以3樓，呢度係2樓2樓呢度有個露台嘅，咁露台可以望到我哋下邊呢個私家花園嘅，大家感受下呢度就係客廳啦。其實佢基本上上面嘅2樓、3樓咧，佢嘅空間咧都係差唔多嘅，同埋佢呢個位置咧，佢係有個落地窗嘅，咁望出去咧會比較舒服其實呢個角度望落去我哋嘅私家花園啦，你唔中意露天嘅話，你到時可以即係整翻個玻璃棚去做翻個擋雨棚出嚟，咁樣可能你個花園會舒服好多咁而家我上嚟嘅3樓3樓嘅頂樓啦，咁佢總共4層嘛包埋負1層，總共就係4層，咁其實都相當於4樓噶啦咁4樓咧就一個大套間，4樓一般咧大家都會將佢做成一個主人房主人房空間。咁呢個位置可以做成你嘅衣帽間同埋你嘅衛生間。俾我建議大家呢埲牆可以揼嘅，你揼咗佢做咗個開放式嘅，做個浴缸，因為畢竟係主人房嚟嘅，個空間會比較私密，隱私性都比較好。對面咧都望唔到咩過嚟㗎呢度就係3樓幾個情況。咁呢條片咧我已經分享到呢度㗎啦。咁呢套別墅總共係4層高，呢一套就係227平方嘅。各位朋友仔有興趣想知道而家呢度賣緊啲咩，仲有啲咩貨揀嘅，可以掃碼聯絡阿 Sam。同時咧有咩問題可以喺我哋評論區度打出嚟，阿 Sam 見到咧會準時回覆你哋㗎。因為今日都係大中午嘅時間，所以各位朋友仔都見唔到乜人啦。同樣我哋別墅區係已經入住咗、交咗樓嘅，係有好多位住緊㗎啦。因為中午時間冇辦法太熱啦所以條片就分享到呢度啦。有咩興趣嘅就 call 我，好嘛？